那现在我要来开箱这个水，它还有一个 kiwi，还有一个 lemon，不是 kiwi，说错了，是 lemon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，好像很紧。我怕倒掉。OK，就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今天已经是读书最后一天了，然后我已经差不多要放假了。然后我今天是主要的就是去学校，去跟朋友讲话，然后不错，那我喝一下这个水。我今天去学校真的很开心哦，然后明天我会去剪一下头。哎哎，我嗯，太好喝了。